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马》嘅，我是刘碧珍。今天现场有请到台中科技大学嘅林基庄先生，林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嘅林基庄。林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吼，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哪位人？哦，我是苗栗人啊，但是呢，我20年前呢，我搬到台中，泰甲。哦，故说我到台中呢生活了差不多有20年。哦，但是我因为从小呢都苗栗，差不多都40岁才搬离苗栗，啊，所以讲呢，也冇离开苗栗青叶，哦，也有接触到也客家嘅生活老文化。我哋吼，过去对台湾客家庄嘅印象，就讲北部有土庄苗嘛，南部做屏东啊、六堆啊，又或讲到东部做华东。不过对台中，还你讲对台湾总部嘅客家庄，做较无按到嘅理解吼。我哋基庄先生伊做了一只计划咯，总部嘅客家庄有关系，系咪讲一下用办法有一个经验来做总部客家庄嘅产业方面嘅调查？哦，我本人呢吼，我本来係學企業管理，管理到太學地位呢，但是係搞有關行銷啦、管理啦。策略管理按樣嘅考察，即教書當中呢，也檢考線上一度也嘅政府機關嘅一些官員，也係一隻幹部。其中呢有一位車先生呢，佢有一擺呢佢半路讀到來，佢也唔定係行業。佢就讓我講，林老師，我們有一個計劃哦，剛好在中部。佢問我講，一次。請到適當人來做，因為人個產業分析嘅專長，個行銷嘅專長，無天窗來做，可能也對人來講也駕輕就熟，個對天然關係也可能呢也有較了解。我一談講，也係學位嘅計劃，我沒有考慮，我就馬上答應佢。客家人嘅認同。今日個計劃做叫做總部客家莊嘅乜嘅？佢主要係做技術價值，一個總部產業的一個調查。所以講客委會呢，即係產業經濟處呢，佢雖然講投資一度都有客莊，但是佢係希望講本地人客莊呢，傳統的一個經濟呢，有辦法透過技術也好、行銷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做得本地技術升級也好、服務升級也好，嗰時候佢要請。有乜嘅產業適當，所以我經過詳細調查，將有辦法確定講，也選嚟我選擇那隻產業來做下那個調查。嗰時候我做咗來接到啊那個計劃。等於講，其實客委會有一個義務想提升幾多客家莊嘅客家經濟，啊，唔過咧頭前叫先了解地方上已經有哪道產業，可能係呢個地方嘅較特殊嘅，係你講較有特色嘅做得來發揮啦，嗬。嗰時候基莊先生你做嘅這一個調查嘅工作，唔過你講到呢邊，我想到嗬，實際上呢可能也。本大家觀眾朋友有一個觀念嘅一種調整啦。如果人聽講所謂的客家莊，事實上佢並唔係天生天養記做嘅客家莊嘛，嗬。一種要經過非常多一種族群嘅變通，係你講遷徙，慢慢地掌握有按樣型嘅客家莊講嘅客家莊，係你講透過佢客家莊，我事實上人家就唔係按了解，可能客家人要變少，係你講。語言組下唔可以同嘅素材嚟啦，嗬。咁樣基本上你也做，你頭提到你有一經驗來做咧總部客家莊嘅產業調查嘛。咁你調查嘅範圍空間都喺喺哪度地方？也當中也拄講到講嘅一個調查初期呢，遇到一個困難。所以初期呢，叫限定嘅範圍係台中、彰化、南投嗰原地。按到啥嘢？但是呢，又有佢因為佢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我做係中期嘅計劃，但是佢啲第一期嘅計劃當中呢，其實已經有初步有限定有差唔多6大產業，可能係可以去集中較多嘅力量去調查。嗰時候我到產業嘅限制一個企業嘅限制下，真開始個可是講係一三年來做開，有些咧唔點樣行出來。嗰方面呢，我經過
盘点，佮抢到当多也着客家的现金啊，非常应该还有印象，我也是抢到过嘛。我也伊抢到过那个当时嘅交通大学的张维安院长也有他也本来青岛的建议啦后面呢，我就调整一个步伐我开始来做一个调查，故说呢。就也着产业的发展的痕迹，然后这个路线呢，然后所有的那个范围呢，先排除种花到园林，因为呢，佮绿态产业地步，佮两只盐分呢，老实讲，并无安尼个琢磨，故说呢，就集中到台中市、太重市，但是有部分的产业呢，又老苗栗县呢，又有一些的关系，都是老苗栗县的南部又来有南部包括大兰、三义。铜锣，还有一部分的头发，我还有一部分那个台服来全部纳到地步。就台地苗栗南片，然后它湾女山呀，嗰啲所在才有係咁嘅。故所以總部嘅我調查嘅範圍，以地理環境嚟講就差唔多咁樣你做下調查時，佢提到講，你排除了一個。園林咯，種花，主要原因就講，因為那地方較難去看到它具體嘅。佢旱天嗰個綠植產業地區，冇一兩隻鹽分。咁樣佢旱天綠植產業係哪綠植？也綠種咧，分別有農業上面就有梅嘅、果汁梨，嗰還有枇杷。非農業面咧有木雕，就雕刻，嗰還有漆器，嗰還有瓦楞子，也綠種。講到一幾種啊，像水果方面，大家都較低啦吼。然後一個鐵，可能睇下歷史上人家比較難投兩片嘛。唔過瓦楞子我冇聽過，嘅那邊嘅產業咯。對，古時我接到一隻，我哋我先看到一綠植產業，我只有一隻就是人共樣嘅看法，就講，因為瓦楞子算係樣板會變到講，也客家嘅特色嘅產業。古時呢，我初步呢也有去做一個了解。在網友專家座談以前，我就先去了解。結果呢，我發現講，好像冇乜個有特殊的證據啦，哈。你去那邊了解咯？佢本來資料，天氣嘅資料係攞佢挖到那個所在嘅。天氣嘅資料呢，佢起碼就是頭先我講嘅，就是中彰投雲，中彰投雲。但是也今日可能聊到後背，也會講到人哋嘅話題，就是講，我並唔提供天氣嘅計劃，佢係樣嘅形成，樣嘅做，我只有得到結論。嗰時我要做唔得離開這個結論嘅範圍嚟去做額外的發現可以，但是呢做唔得離開一個產業嘅一個架構。呢一部分我想需要觀眾朋友了解介紹一下啦哈。就講聽到學校係你講公部門委託民間係你個學術單位做調查，睇提幾位分。機器嘛，一般來講，都係做定一個頭前嘅規劃咧，啦架構繼續個發展下去。條話讓老師你要提，你係做總體嘅計劃，我就當我有一個限制個一夾頭前嘅一個架構啦哈。唔過講到兩個，知道係你神奇啊，就講樣板縣政府單位委託做計劃，同我出現兩種等於是沒有連續性的狀況。變到講在調查方面都增加了一道嘅困難。因為一個計劃其實也唔係客委會直接包辦嘅計劃，係佢委託工研院，佢做一個大型嘅一種產業價值嘅調查。一個大型嘅計劃，北區、中區、東區、南區全部有。北中南東呢，只有中區呢，佢個進度落後。甚至我做今年呢，其他國區已經有。實際上嘅產品，也係講實際上嘅績效做出來，但是呢，總部呢連進一步嘅調查都，就講我先天呢就產業都還蠻有拿定主意，故說我接到按呢個階段，按呢個進度，故說呢我如果去了解當多按呢個相關的資料，包括自己的資料文獻啦，個參考也都非常愛參考過，個也有去參考過總委員、總院長等等，也都先進告訴但是得到嘅初步嘅結果呢，太有啊，也讓人一個看法唔會正常聽。故說後來除了瓦楞子，
都初期专家座谈、替代座谈会甲做老去排除，因为无积极的证据讲也活动子孙的老客家山也有嘛关系。错。台湾智章老师汤伊安样讲，了6种还有先天都总铺一个继续调查嘅产业吼，有3项做农业方面嘛。第讲了农业方面，可能佢嘅历史做有一段嘅时间咧，且嘅历史相爱受低，也系对清朝日本时代都有。唔过我注意到讲，因为几只产业佢嘅发展嘅历史嚟讲好像我有到嘅冇相同，时间的深远冇相用，啊像呢个问题吼。對調查來講，係講對將來產業嘅推廣來講，到底有乜影響？下一堂節目能夠繼續來詳細來談。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今邊現場有請到台中科技大學嘅林智章老師哈。智章先生，他提到講，你做總鋪客家莊業嘅產業嘅調查嘛，也產業嘅範圍，他要做拼下來咧哈。空間範圍咧，到底總鋪嘅客家莊業行嚟哪度地方？總鋪嘅客家莊，我先大約嘅來讓觀眾朋友介紹一下。根據客委會100年的親情的調查，我也調查範圍裡面，最主要就台中市南投縣，因為個苗栗的一部分，苗栗因為18個鄉鎮呢，全部都係重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所以人口全部超過30%的客家人。我一擺調查範圍內呢，尤其是大蘭真特別，大蘭的客家嘅比例有78%。按個。所以我就大蘭特別拿出來講呢，因為佢有董事嘅連結，係一個共同嘅生活圈。故所講呢，我在替代開會間，我堅持講，我來大蘭，我來那邊，也得到一條複雜專家嘅同意，也係第一點。第二點就講台中市目前呢喺台灣第二大都。6都之一。客家人口呢，差唔多有17.6%。以人口數來算呢，差唔多有78萬人上。那但是呢，我相信觀眾朋友老當多，不管係咩客家朋友，但是對台中嘅了解就講，董事有客家人。確實唔可以查董事，太不好啦，董事客家人，唔可以正查。客委會嘅調查當中呢，太部行呢，也係講台中呢，一所從事嘅所在，也加個客家認同也超過一個所在，加個客家人口呢，也高達80%人，80%有5萬人上。但是實際上呢，佢嘅重點發展區呢，從東勢、和平、新沙、石岡到豐原，台中市嘅客家文化重點區主要一條。都浪漫台山線嘅米倉嘅，因為這米倉嘅總共人口是大約差唔多15萬，其實爭差唔多也台中市嘅這1/3左右嘅。故所我也把調查嘅時間呢，我也有到後里，公安部嘅附近呢，也有做一部分嘅調查，因為佢附近有高接里嘅一個山體。後里呢，公安部也有差唔多19到24%中間嘅客家鄉親帶到嘅。呢個一小堂道吼。一小堂道。第二部分呢就南投縣，南投縣呢差唔多有15%左右嘅客家人，佢有2隻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一隻係國新，有啲人講國鄉，國新。佢個百分比有62%，差唔多2萬曬。水里呢，差唔多有30%人，30%人，也兩隻鄉鎮。但是呢，對啊兩隻鄉鎮的周邊，包括中寮、埔里，包括還有個信義，也按照說呢，其實這個客家人口比例也有差不多20%左右嘅。故說，但是我嘅研究範圍太有就都也在範圍裡。哎呀，當時人按樣聽你講吼，人家嘅調查範圍是好難發咯。跟你花了幾多時間來做幾多呢個調查，才有體集團嘅成果。你嘅方法係乜嘅？因為方法就是用質性調查就是田野調查啦。你一般講田野調查，因為呢刺激資料深度啦，要深嘅資料呢，將要條散布的個木雕也好啦，漆器也好啦，但是都藝術的論文資料攏深得多，
唔免再了对产业历史的高度啦吼。哦，高接力的有较多啦，因为伊董事伊在迄在台湾清楚的3体之一，所以高接力的给资料较多。琵琶的资料呢，我目前看过的资料吼，就是讲就以论文来讲，那1-2篇的那点，所以1-2篇，所以故说讲刺激资料非常有限。故说呢，还是可以用到那个执行研究、田野调查。故说呢，就去出去访问一条，实际上有在做一条生理，还做一条港中，做一条过输的一条农民。他有遐样的。所以一下用去访问啊吼。一下介绍一下，一下介绍一下，也还个透过其他朋友来介绍啊。跟人老太太分享一下，你做田野调查有读到嘛个神奇的人啊、事情啊，还你讲有嘛较特殊的案例，做老太家了解的。哦，当多啦吼，那就分区域来讲，从北到南。先来讲台中好嘞。哦，台中的话呢，台中因为主要地区还都董事地区。董事地区主要产业还都高接力。对啊，要跟我大差一下。知道老师你讲董事他要迄高接力水果，不过你除了那地方佮个产业个生态个产业个历史，他做起是说迄林业啊。林业。就讲其用版型会对林业转型到农业，他应该调查地方应该要有接到安样型嘅资讯吧。一般也的因为我访问但是农民较多，不说佢可能有一个搞他的资料比较粗浅哈，他无按详细，他有时候讲，因为那个日本人8仙山临床以后呢，嗰天呢，故说呢，日本人也走以后，故说嗰也中间有一点错综复杂，就是讲，你看讲到林业，像人听下讲到漆。其实清做呢都没有你的铜锣当慢慢的都难调，还是中呢，但是呢，实际上做呢多呢都风险，因为佢要有木材，木材都8仙山临床，嗰时讲来讲，迄访问也高接力，但是呢又倾向讨论到也漆，嗰时讲做得讲安尼就。一直有高潮迭起啊！就访问到也又差到几样上去，佢又访问到几样上个嘢，哦，故说。做得讲，像诺了也当初这董事也一度，但是呢，保密呢，佢也高接力就是有一个故事啦，所以讲，当初董事有一种中科里，唔系科学园区那个，梯名中科，有一个3字头，中科里，其实所在呢，叫做高接力的发源的所在，迄有。高接力之父啦哈，佢喺度讲高接力之父哈，也个庄永成先生，佢喺中科国小退休老师，佢呢发明到一个接水的技术，接水的技术之后，故说呢，喺北半球，只有台湾，这样有办法到6-7年内这样有一个高接力，佢去接日本的新水里、风水里等等，嗰个还有梨山的新世纪里安尼接出来嘅梨的又太甜又甜又高，故说呢。对啊，对董事的农民啊，改善了当地经济上的事业，故说规则个产业链也都董事呢发展起来，所以喺高接力的一个轻重要的一个转捩点。知道老师按样讲啊，有几只感想，几只感想就讲，以后一只客家庄嘅产业基本上呢，佢会有变动，佢会停定时态，还你讲停定技术。几种发明，其实话有无相同时代，话有无相同较特殊的产业。当然，因今咪节目所讲嘅做两段时间，注意到嘅。人家提到董事，过去实际上董事其他地方信用像摆下嘅鲁班，佢做佢对老了嘅木箱啊，还你讲老林业一切都有关联性嘅。不过后慢慢的发展之后，林业没落，就变到讲。以农业为主的啦哈，人家他提到要高接力的故事，人家做看得出来台湾人一聪明哦，人家做农业技术方面一直都有非常新的突破哎哟。我对啊中科里呢，我也访问到两位农民哈，其中一位农民呢，佢喺目前差不多60多岁了，佢喺个时代呢，佢喺福大。一个物理系毕业，故说讲也算高学历，故说去倾向老一般的农家子弟，总系希望讲，客家子弟青春要读书，读到学成呢就留到台北大边，但是呢，故事都也好来说，
阿爸股神也还落咧，落的股神转去接。但是呢，佢讲佢农业的从事一窍不通啊，佢用个啥？故说呢，佢就要从懒开始，慢慢的学。但是慢慢后，佢发现讲山林是很太平啊，故说佢当时係種感的，種感的。感的呢，都拍迄油壓個張老師呢，種迄個高價米，其實發展咗高價米。但是一部分就漂人，漂本人做，一部分去甲做。但是所以講事件變化無常咗啦。東方喺20年前有讀到92的體統，92的體統當然對一條古書啦，其實應該應用無題，但是對當天然的神法。個神明財山啊，應用青苔。董事以下你就是非常非常多，希望藝術當一當然曬出去之後就冇個曬咗啦。嗰時候其實體驗到一啲，其實講後面嗰個產業呢，一天我按嚟我去做，按辛苦去做，屬於呢人，就唔講啊人，因為後生啊全部去。叫做咱為只中科，中部科學園區。故說呢，其實因為講，迄邊我就做一個轉型。故說呢，其實老家嘅人呢，來做一個有一部分呢又在漂人。其實因為舊年重建基金會嘅關係，其實呢，因為講，既然中科裡面台灣嘅國家裡按創業嘅基地，故說呢，迄邊老人的下村一個故事。故說呢，其實申請一個經費呢，做一個很多離子館，其實係做觀眾。故說有一個展示啊，有一個空間。伊個離子館底部呢，其實有展示到當多，第一就係張老師的故事，引用版我來發明一個高價米。嗰還有一個高價米呢，佢按用嚟做，太陽嘅按用乜個農機，嗰個嘅山小等等，嗰個嘅故事，嗰佢發因為太不人講離，按照太離。嗰時候佢發行一本書，叫太離譜。其實就個大小嘅大，太離譜。嗰時候佢是一神奇事，然後漸漸呢，漸漸就從一級嘅農業，一下子轉型到3級嘅一個服務業，引到當多像科學園其中台積電啊，就因為佢哋重視生態生活教育，漸漸也到人我來去下。我來佢嘅離子館來參觀，嗰時佢自己對園藝啦、都陶藝啊有興趣，嗰時候講佢嘅所在變成一種多元發展嘅，也所以人講嘅乜講到客家產業，也係咪客家人係啊？也就是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嗰時講也當多人講什麼是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其實當多講法啦，嗰時也我輩唔係客人嘅人，就因為講客家只有童話，只有花布，其實不止啊，按當多。也係其中的一個故事。張老師啱講啊，說清楚咗啦，就講客家係乜嘅，客家山野係乜嘅，基本上呢，因為這不是本質性的問題，而係一個不斷變動，一個過程。你要講到台中呢個國家裡，就會一個安陽型嘅故事嘛，因為技術當過新嘅發明，就有一個安陽型嘅品種出來。也都和幾個老地方嘅故事啊連接，就變成講係一個非常特殊有故事性的一種農業啦，哈。好，我想呢兩堂節目哈，都成經常都了解，更加多精彩嘅故事，等下繼續來談。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通話嘅節目，這邊現場有請到台中科技大學嘅林志章老師，來同大家分享一個總鋪客家莊嘅調查哈。聽我提到講呢個台中啊，講到呢個高接里，忽然想到人家客家歌手羅時雍，佢有一條歌係佢做一下高接里，佢喺老爺高接里就講雙口對雙口，佢用呢個來象徵講人老人之間那個愛情，也蠻神奇哈。然後看到講3年後邊其實都在發展很多文化嘅創意，都在結合。好，志章老師，你聽講到台中咧，佢三號來係咪啦？介紹比方講南投，你一篇做嘅調查，他有嘅內容。南投呢，太陽灣呢，是當初係以枇杷為主。就講南投嘅桂香。枇杷嗰係一部分嘅梅，一部分梅。嗰個我一個調查呢，我第一擺係從東勢天然嘅素材呢，變到台21線，變到國新區。
后边咧决心伊，咱来铁的访问咧很梅岩，吼，也很多白水梅，吼，所以佢底部有超过100年的一个梅树。哦。但是呢，因为佢个梅呢，总有10甲体。但是因为佢也研究呢，因为佢但是做蜜饯较多，做梅较多，但是呢，因为经过也大陆的竞争吼，包含有也佢当地政府农业的一个政策上的问题，故说呢也有微缩，啊，嗰个顺着台泥水以前就多诶决心，啊，我就去到个种枇杷一个充电的所在，叫前沟村，啊，前沟村呢就都个呢开始来研究枇杷，啊，那么可能倘若枇杷呢，它个可能，但是呢，含咧上讲太平枇杷。新色枇杷，但是呢，青少年谈过有国性枇杷，啊，但是实际上去我去了解，我访问当地的一个耆老啊，林友光先生，啊，伊讲60年前呢，佢去推崇太平家呢，从嗰陣時佢係冇看到枇杷樹，我說間接證明講。其實國新的枇杷呢，比太平還較做作。哦，伊講係由日本老師引入來，親切的品種叫茂木，苞米章有另外一個品種。也講到枇杷，可能枇杷啦客家呢，大家應該很難畫上等號，或者有那個連結啊。但是呢，根據那個調查呢，因為直接跳到調查結果來反過來講啊，比如講枇杷，它個唔是只講台灣枇杷一年差不多有幾多產量，差不多有600萬人公斤，啊，600萬人公斤呢，一年創造的產生的產值差不多有6億台幣，差不多有6億台幣。也客家也個枇杷台灣的濕態產地呢，差不多有半數以上從都客家種嘛，啊，尤其呢青創業做30蔬菜。替大量的就是新色啊，新沙呢，都推崇，就我從董事就經過新沙的頭櫃、二櫃，也係枇杷知名的一個產區啊，產區的哈，給到海拔1000公尺，嗰說佢講給到的枇杷較好生，因為原來好不好是當主觀的哈，不，另外一個蔬菜呢，第2名呢就是太平，那。大家都認為講太平跟客家應該冇乜相關，但是呢，根據我去國新的調查，又經過一個一山6線的沿途，變過另外一個山，就去到台中市的太平。因為太平呢有2個蔬菜，一個叫大胡同、太胡同啊，還有一個叫頭板行、頭邊坑啊。也太平的枇杷呢，也佔咗26%，全省的產量26%，第3就國新。但是呢，太平的也頭板行呢，我去訪問個體長嚟訪問嗰個班長，佢唔係行業。但係我也想講啊，反正除了了解枇杷產業，佢談到講啊，你看客委會的這個計劃，伊講你找我就找對的。佢講我個板眼地方，佢講舊上全部客家人。舊上全部客家人，當然以為唔可以講客話，因為佢我去訪問咗差唔多訪問咗5位嘅農民，4位係客家人，有3位有辦法用客話人來流利嘅溝通，有2位已經第3代嘅，所以嗰個冇辦法講。但是呢，個農法啊，嗰個堅持嘅嗰種其實，嗰個山坡差唔多是按動車，非常的車。犧牲土。可能不知道，差不多按那樣。個我其實講很愛是去看啊，其實福建樹就起碼麻將，但是佢按呢佢還要包枇杷、摘枇杷，如果1年4季有無同樣的工作來做。聽到過。結果嗰個班長人來講，佢講你們客家人真的是吃苦耐勞，真的是種枇杷的材料。佢講都枇杷都熟產嘅時間呢，佢講佢都差唔多。都是鴨了就專業食鴨，食豬了就專業食豬，所以個檔主在上來。佢講，其實我訪問了2個客家嘅鄉親呢，佢也都苗栗媳婦曬過來。其實人來講，佢2兄弟呢，2隻鴨啦，唔係2兄弟，2隻鴨嘅作息方式係樣呢，就規下就曬到公了。基本都冇這麼卡。天光就開始做，做到開呢，做到沒做到就食豬邊就凊彩一隻飯團，一隻乜東西吃到飽又繼續做。
继续做，你按不头专业选我，其实做到去上衰的主温落去就所以天气有继续做，就简单的一个熟悉又开始做，比方也整个2年的汉人这样做的。在台中太平那边。太平头班行嗰度，我那有他们讲，因为有那个证据讲，伊个所在种枇杷安度，讲伊遐随机去问，叫我讲迄50岁随机去请的，结果真是有当道的90%的客家，过其实讲间接就是讲当地的语言、私语言，叫做县级的私语言的行业。伊讲行业吼，伊讲当团结，就就讲刻苦耐劳啦、团结啦。也得体质全部有，故说讲，遐讲的太平枇杷，其实当然遐全部分了太平枇杷公主啦，啊那个派东去了，但是实际上呢，客家人对遐个枇杷贡献动态，国新因为本身啊客家人就多，国新迄总部南头伊只东村也有水果之乡，比如讲国新人呢，其实也充分展现到客家人的一种迁徙家吼，个土豆嘛个时间，转弯的时间，集体迁徙各种环境适应力，个那个创新力，因为讲都国新看到起来个生命力，比如讲国新遐有青岛水果，当然研究迄枇杷，但是在研究当中呢，也发现到青岛呢，可能偏远地，也可能大概有糖多就国新的果心咖啡，咖啡，当地主要的咖啡农，其实呢也系行业。来访问，当然也唔系访问，也系讲闲谈的时间。隔壁都有种咖啡，起码伊只旁乡的客家人，伊迄种亲族关系搬来。你看到爱去，其实当欢喜。我咱呢，国新迄台湾天一泰草莓产地，天一泰当然就是台府，天一泰就是国新。我系他个是地方高雄有做的，蜜枣。其实总铺青中要作为所在，个火龙果其实做到国新，嗰个国新有相当多的个生物，嗰咱个伊个就是青春的就是火龙果，嗰还有一个去年引进的还有砂糖橘，就按细粒的柑的，细粒的这柑的，佮全部都是高经济作物，也充分代表讲客人的一种竞争的，人讲的竞争有大变，因为叫做。研究嘅中间其实失败率同高，但是呢，佢就坚持安尼种下去，或者目前有安尼个成果，也都决心啊，看到一只较无穷样的一只面貌。就让老师按我讲，我聊整理下我嘅感想啦哈。就刚才他提到枇杷呢种水果，对台中嘅太平，然后又一直到南投嘅桂乡。基本上来讲，也应该迄老一个体型啊、神态啊、经纬度了都有关联性，做那地方做一张散气嘛。不过因为它的功法，听到功，故说呢，客家人那种可能过去去阿摩田山，就之后变样型嘅精神非常多人就我来投入按他高密集劳力的样型嘅行业啦哈。桂乡的部分，我去家去做访问，我还有最多只有一梯片嘅，可能无在调查范围内，唔讲係在醫生去即錄嘅。錄用錄用，係見到學錄嘅，係，我看學錄嘅也蠻辛苦嘅，也蠻辛苦，做差唔多嘅桂鄉嘅嘅南港村，個一路跳到水利行嘅錄料行，佢一般人讲到鹿寮行，实际上其实喺水里乡新兴村啊，就是讲喺个地方有行过南港，又变过去水里，水里呢，就是水里嘅，大家都提到梅嘅一处嘅产地，但是因为新义农会因为嘅推广，所以大家因为讲，这像是新义嘅梅较多，事实上清早期嘅时间，水里嘅梅唔会比佢较少，尤其淡水做行业，嗰种爱按嘅调查结果呢。本来甘肃青岛这种许多水利的情形，其个当地的个耆老人来讲，叫转两个钟头，就开口讲客话，绝对有人讲客话。你像我剃到塔到国新的土地的时间，我用客话无办法有人听得懂，但是其实客家人的比例其实是比水利较高，那就很惊讶。我知道老师你按我讲，我有就讲。
有一些想法啦，如果当然一定啦，计划係因為夏威夷嘅委託嘛，而哋話託幾項較明顯嘅產業來做調查。啊，不過你看呀，旁述有非常多較細嘅，當初是冇列做計劃地位嘅。啊，不過人假使講去對計劃產業嘅歷史嘅話，可能有冇看到客家族群樣板係細到嘅那地方一種遷移嘅歷史。你講到南投，他提到國鄉落嘅也係一種較少人談到嘅嘛。事實上，我有擺有機會去嘅鹿谷、東點、東檔。事實上，嗰度茶園啊，一度客家人都嘅片。哦，佢有客家做起。係啊，有客家做起。有客家做起。好。哦，像譬如講，像亞呢國新啦、水利啊，又係一個新的一種新的文化，叫做新出名的文化。所以講，一新出名文化有分到兩種，因為佢拖嘅就新出名的有得。印尼本身做行業，所以有外來嘅客家人，包括本地嘅客家人，嗰還有當做新出名。嗰所以也係新出名咧，它變到也勞力嘅一個主要嘅來源之一，但是呢，還是不久了。哦，嗰所以講也我探討嘅結果就也台中南投，哦，嗰也嘟嘟也幾隻山頭呢，全台灣80%幾嘅枇杷產量，然後產銷全部都做一隻素材。哇，唐志章老師講按精彩一個枇杷嘅故事吼，number 是枇杷嘅事，聽說在上都有多有非常多人客家人嘅心路都底擺哦，呢一段時間行到呢邊，還看到精彩嘅故事，下一段繼續來談。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有請到林志莊老師老大家來分享有關於做嘅總府客家莊調查吼。我講到呢個枇杷，哦，我忽然間非常懷念枇杷嘅味道，因為我細個時間我公老喺度傾下偈，我印象中是當年有一段非常短嘅時間。然後我有人送一個枇杷嘅禮盒，所以我印象中我嘅童年嘅係非常珍貴嘅一種水果，也一年難得我食到嘅樣。啊，我唔知啊，係我有按到客家嘅故事。志章老師今日聽下講到呢個南投嘅枇杷嘛，嗬，係咪繼續你一個做調查地位，個老太家個分享有乜個神奇嘅故事嗎？哦，因為呢，當初呢，我國節日嘅時間有去大蘭訪問，美麗大蘭。我也有孫山問當地嘅國節日嘅農民講，苗栗有人種枇杷，佢講有啊，佢都我老師啊，我講哪隻老師，佢講做個頭擺新開國際嘅愛飛教加要行業幾條嘅嗰隻退休嘅教授，潘長能潘，也係村莊新開村嘅村莊，因為唔出得去訪問佢啊，後面我就電話留佢聯絡，後面咧就去到南埔做嘅個新開村，就去留佢訪問。一訪問嘅當時咧，佢也一見談，也有人係講到青島有關枇杷嘅知識、技術，嗰還有呢一些其他嘅人嘅故事咧。佢自家種枇杷，佢自家種枇杷，佢供養喺夾巴留下來嘅土地，因為佢老師退休以後，佢就開始整理嗰個枇杷，但是佢係一種創新嘅做法。要慢講，因為呢，佢因為講雖然講枇杷難種，個冇好管理，但是呢，佢因為講應該係要較科學化嘅方式來管理。嗰個因為講，因為枇杷按難種，按冇疏散，但是呢，價值冇辦法賣較高。嗰時佢研究講，也運送嘅過程當中，可能有些損傷，還有些包裝啦，可能唔係清完批。嗰時呢，佢第一點就生產面來講。佢就因為佢嘅退休嘅教師啊，一度朋友啦，佢就邀請到一度青年做戶外活動樣啊，佢簽到嘅時間咧，差唔多有20人曬，來攞嚟搶下來包枇杷啦、剪枇杷啦、分類啦，講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安尼從生產線樣來做，我講如果有人我哋管理所通過年齡啊，差唔多嘅搶樣，嗰時佢嘅枇杷單位產值還蠻高，嗰個包裝嘅部分呢，叫做加做一專家來做，人可以設計，然後使到一細箱，然後3細箱變咗一體包裝。因為枇杷本身易容易擴大，嗰個我保存也方便，粉飾也方便。嗰一除此之外呢，
其实因为讲，因为伊只读书年，其实像喺福大毕业啊，其实因为讲，装琵琶按辛苦，过遐歌场啊，迄没有一些的记录下来。故说其实写一张那琵琶日志，琵琶日志，这琵琶日志其实拿来印刷出来，结果迄人去买一台上的时候，其实附一本琵琶日志，分遐个对方。书都给你看到讲中琵琶，经过按多歌场做说听人笑哦。做个现在虽然听讲迄种琵琶按贵，其实也有咩行一贵，一件差不多100-200块，故说其按那个个其将到按那个精神来关心地方的教育，过来关心一只先开国小30人3个学校存废的问题，个今日其带动也当地的杀鸡养猪个还有也地方的摘错，因为讲也一只典范啦，一出得来个技术来对下伊一只个案。如讲今咩但像中东西，他也个三也个后背叫伊来念。然后土地的连接，还有个感情。讲到了以后，指导老师因为唐人按讲，伊做了的调查，基本上伊头一开头介绍讲，伊去家个专业本来其实都行销、都管理嘛。不过就讲因为去家客家人的身份，伊做行业来做了调查。因为过程中也相信一个认同感，还有就讲因为你爱讲客话，故说你本人访问到嘅人，可能老人之间嗰种沟通，安尼讲。感情当中的认同，这种信任感，就一家做来建立起来嘛。唔可以正常。那过程中，你对老太分享你这个心得嘛？比如讲，我听下讲到国新，国新我计划结束掉，但是我因为讲，青岛计划做安尼，做到一半成果报告写，嗰个量化指标、质化指标按住搞才的。受访者跟成果切开，然后从此没有关联。不过呢，我因为讲，既然是讲，其实听下无讨论到一个问题，所以讲，其实呢，琵琶问题除了要劳力的问题啦，我其实还有真多问题，比如讲土地的问题。土地有国有保留地的问题啦，山地个还有一动土也唔係合理有能力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是讲我哋南投魔术合理的冲刺啊，个磨一只地方让我行落去，就变成还是像人的心理智商是样。我有会讲合法，因为有青岛的复杂，某一天会讲合法，当然这是佢配件的关系，也无奈何。但是呢，我去呢，老嘅一喊大，我一去就一主编，甚至穷下是猪，甚至下边都是呀，就说建立样那个感情。到下后呢，我就讲。请到一个班长，啊，嗰个某人出来，向下来做一只感受一个中间上博士个社会企业。嗰时候我就带佢去高速公路去卖琵琶，亲身带我个学生去卖琵琶。高速公路嘅休息站去卖琵琶，去卖琵琶。新多的人讲是讲，琵琶跟客家有什么关系？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国信也有琵琶。我说我唔会卖琵琶，我唔会种琵琶，但是我一两个问题。就有爱来回答，农民就来讲琵琶的故事，我轻重也是个品质，本消费者来肯定，甚至也农业单位讲，国信也可以种出这么好的琵琶，嗰时候也就第阶段呢就做了阿曼的成功，也有已经差到哪位就专业了，到下后呢，我转来以後呢，我就一出因為講啲太推崇天氣咧，太重因搞地位，一少有開沙一種嘅。客家相關課程，客家相關課程，嗰個我也青島嘅努力來拜託一個各方面嘅一種協商，但是因為一個太學地位嘅開課呢，也一度嘅限制，但是呢，我想人種琵琶按辛苦做種咧，嗰時候也開課樣嘅事情呢，我哋當上忙去拜託佢去疏通，結果呢，終於學校呢排到一隻。按不同的時間，來本來做一隻個。講到台中科技大學嘛。台中科技大學就開一隻客家通識的課程。當時呢，我也想講按的時間，也個會有按時的課程，咁我有人來上，有先上嘅。結果呢，第一擺開沙的結果呢，就有滿班了，就滿班了。嗰個我問他個中啊，為什麼想要學這個課程？其實講，因為佢從來沒有聽說過啲頭地部有按那個客家的課程，所以代表講佢嘅潛在需求係有啦。你講供給創造需求，呢種也有按那個供給，我一都要已經開第3
3摆全部满班，哦，3摆全部满班。嗰个学生个个反应也真好，嗰其他终于打破讲哦，客家唔免只有发布，唔免只有同发，唔免只有草鸟啊，还有青岛的故事，哦，水果也好，漆器也好，雕刻也好，原来也全部啦。客家有相当大的关联性，故说讲遐个课程也继续咧开下去，哦，嗰个也开始呢，听我讲到老爷国新也好，嗰叫其他也着业者跟农民，到目前为止呢还有保持联络，旧模伊可能要打电话请，请来讲按旧好模，哦，嗰个都要做计划的同时呢，伊只青态感想，所以讲，我就去来讲系合肥飞嘅计划，嗰有讲合法，嗰所其他深度嘅方全部都，就大家就讲，做得讲没有什么秘密的，但是呢要或一则一喜，就是讲，人啊当做一只倾诉的对象，过下里面新音亲手合肥飞，迄也客家上亲亲迄位只父母，也这是一则一喜，一则以后呢，跟因为讲。合肥飞当有钱，马家做在补助风景，我讲唔免安尼。所以记得喊你要期望公部门做得到，记得有补助。不，但是呢，实际上同多事情唔免客家委员会的职责的。客家委员会呢做咧从旁来协调啦等等，但是呢，乡亲基层民众呢冇办法了解到安多。他有係安尼嘅一隻狀況。知道老師你講了啲藝術家感想啦，哈，仲講高興藝事實上有看到依度嘅客家事務相關嘅單位，唔係講單向中央嘅合肥飛啦，哈，依度單位佢話鼓勵講，應該農產品要本人知道講用版現嘅貼書嘅價值啦，喺咪都包裝當個，係你老嘅故事表演去，就發現到嘅精神喺度行銷，都包裝。唔過藝想對於農民來講。包裝行銷係下後輩嘅問題咧，可能佢頭前生產過程中佢遇到嘅問題，有啲都無法度解決。台灣嘅印象深深，張老師有提到講，有啲地方嘅農民可能也有少數民間而來咧，不過基本上咧人數係咧唔拉。故說到呢條客家莊，特別以農業為主嘅客家莊，呢都缺工嘅問題，你看到狀況到底係樣吧？非常嚴重。比如講到國新來講，我哋認識嘅個班長，佢講係全國性最年輕嘅班長，56歲。哇！佢講加個個琵琶班員也係平均年紀，輕強66歲，平均年紀。佢講甚至還有一個95歲老人家，佢身體健康，還有中幾條嘅琵琶書。佢講。啲國新，這不是個案，我相信都配得素材也強樣。今日感謝志章老師大家分享很多有關嘅總鋪客家莊產業嘅問題嗬。當然，他有提到非常多神奇嘅故事。唔過呢，裡面志章老師有小講有非常多嘅問題，大家聽落思考嗬。我相信今日節目都幾行到兩位，感謝志章老師。謝謝。什麼大家也希望觀眾朋友下禮拜能夠繼續來收看真相同埋嘅什麼大家。